我係根本同鄉下做氣功運動嘅概念咯。佢根本呢特別邀請到俺嘅師傅古華明先生，同俺呢鄉下來做運動哦。佢呢愛做運動以前呢，俺先來做暖身運動。好，佢開始呢，俺啲頭氣開始，手呢變到一個都是蛋糕，腳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感覺都是啱啱嘅，用最頭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後再過來100，腳氣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頭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前面10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頭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後撒下來應該數字呢，我先來運動，一開始呢手先打開來，我動用力，安尼打開來，再過來用力，安尼捉起來，打開來，捉起來，然後做20擺哦，我動用力，安尼撐起來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平平啊，休息一下。好，佢撒下來呢，俺來做7條嘅伸展嘅部分，你腳先舉起來，安尼後尾嘅腳屈下來，再屈，結帶就結帶。因為等下我做動作有關7條嘅動作，先小弄一下。記得腳氣、頭氣，係個冇辦法嘅人，要做嚟不用等，好，要做嚟嘅人就安尼翹起來，兩片，重新一啲後尾嘅腳，然後係來年嘅腳嘅筋壓片，腳氣、頭氣。好，前面呢，用到眼右順風，按右片，出嘴，唔好變過來哦，要平嘅，進來，往平口用去平嘅嘴，唔好變來變去，再來。好，而家呢就係應該暖身運動了，佢撒下呢就停停向下來做氣功運動了。今日呢我教太極嘅動作呢，按到鷹爪，鷹爪呢其實呢剛剛大家暖身嘅時間就已經有做過咯，唔過今日呢鷹爪呢要做到較夾條嘅意思。嘅鷹爪呢，其實有分多種，有啲咧係南部嘅，有啲係北部嘅。嘅南部嘅單挑用3基數，像腰脯嘅腳安尼；唔過北部嘅就係用5基數字條。基本呢，我哋就係用5基數字條來做嘅鷹爪。好，佢開始呢，睇下數字，打開嚟用力，安尼捉起來，我用力較夾條嘅意思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一動作呢會幫你末梢神經咯，會更加有運動到哦。好，因為啊，當你就唔記得運動嘅部分，我說太極嘅地方卡冇事情嘅時間，聽錯呀，嗱冇事情就嚟做一下。好，也就可以創造動創有氣功地度嘅鷹爪嘅動作哦。好，一撒下來呢，會搞太極嘅一個動作，有一些難度，唔過呢，人哋做嚟天天嘅嚟緩解佢啊，對哦。一隻動作呢，按到
起志工，有人呢會講開志工，當到學生嘅啊，或者去考試嘅時節啊，讀書嘅時節，當上嘅歲末期間呢，就會做一動作，本人嘅頭腦呢就會動清楚哦。好，咁樣呢，天天嘅來練習，天嚟動作，學數，再過來做數，硬硬屁股，捏着。那我技術硬硬義工，學數，1，義工，硬硬義工，學數，2，學數，2，學數，3，學數，4，學數，5，學數。6，學數，7，學數，8，學數，9，學數，10，學數。唔過咧，也唔係真實嘅數圖哦。唔過人也加速一絲絲就冇踢腳嚇。準備啊！1、2、3，差唔多也數圖哦。好嚟，準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當好，唔過也行喺唔係親密嘅數圖哦，親密嘅數圖行卡腳條嘅意思。唔過冇相干，人天天嚟，天天嘅加速嚇。一下一開始呢係1、2、3、4，再過來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再過來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係咁樣嗬。天天嚟，唔使緊張。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加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加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依家嘅動作呢，做得預防人嘅老人痴呆哦。如果說平常時冇事情嘅時間，聽錯我來做人嘅起志工，有很多開志工。好，那接下來呢，人呢會教去拍打人嘅師傅。好，一開始呢，人嘅手會抱鴉片，再過來扁筍，再過來師傅唔係按嚟抱，會從倒位去用熟嘅扁筍嘅師傅熟下去，安尼做得好。來，天天嘅來，一就係鴉片打下去，我老人學到唔好嘅東西安尼吐出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扁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師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。咁一下呢，人哋嚟從頭複習一下，一開始硬轉，人一下做更難一些，手打開來，用個扁筍，好，然後呢，人手會較順眼一些嘅，好，然後呢做20，然後做20啵，好，準備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當好。跳前動上嘅，1、2，冇相干，加油，5、6，都打開來，8、9，我用力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平平啊！佢下來呢，起志工，人天天嚟做，再個一來一腳，好，來，1、2、
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加咗一些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加掉係最加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加油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不用輕鬆。好，佢接下來呢嚟做一破案嘅師傅嘅動作。好，來用力些冇相干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變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前眼師傅。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有時下平平下眼數，跟下來搞一類，咪做隻半眼嘅條弄義工咧，同疏通嘅感覺。一開始呢，兩個食指睇數字弓，安尼突，將安尼輕易嚟突開來，1、2、3、4，唔過咧唔係第二邊做，唔係等第三個數字哈，比如講眼移動啲度，比如講咯，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聽錯定嘅時間，聽到有震動嘅感覺，就係有效嘅哦。嗬，嗰種數唔總得安尼緊安尼列來列去，就係你聽都唔好亂聽堂，不用我來1，不用轉來2，不用轉來3、4，我有震動嘅感覺，啲唔好聽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有時，我上來平常時想睡夢，想做些嘅時間哦，當缺嘅時間，聽錯咧做呀，聽咧動作就會呀，你講嘅聽咧動作，聽錯咧做呀，開始講對人嘅條龍嘅協調咧，未動用好哦。好，其實下來咧，睇自己嚟休息一下，嚟飲下水哦。原本呢，我教太極嘅氣功呢，很多太極圖，一隻動作呢，雖然講當難當複雜，唔過每做嚟聽起來，好，一開始呢，人家數8種，右數8種啲蛋糕，左數8種啲下背，將吊定人嘅東西送出去，好，送出去過後呢。有個數嚟進來，嚟進來過後係未壓啲下背咧，壓就變到鬆背，安尼出去進來嘅時間按翻進來，就加下安尼有數啲蛋糕出去，進來出去，進來嘅時間按翻進來。再聽去做一擺，有數啲蛋糕，1、2、3，進來，我做4排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1、2、3、4，嘅方片呢，咪很艱難，如果冇相干，聽去做數啲蛋糕，出去1。進來，有數啲蛋糕，出去，進來一放進來，好，再過來一排啊，出去，進來，有啲下背咧，咁說下背出去，
转來嘅時候彎轉來，一睇複雜嘅，人啲優數片，單槍先做優數片，安尼就好咧。好，我加速一起嚟哦，準備，先調定，優數出去，1、2、3、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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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你知道都容易可能冇辦法搭嘅咧，人家下咧聽嘅來示範一遍咯，吼，來優數啲蛋糕出去，出來啲下背，因為出來變過來，鼓手佢啲下背嘅，下背嘅時候就下背出去，唔過佢哋出來嘅時候，因為佢是新嘅鼓手，要彎轉來，好，出去落來下背，出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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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得冇？好，大家做得來想一下，給下人彎片，哦，大家來彎片練習一下，好，來做數啲蛋糕，出去，做來變下背，下背，出來上來，出去，下背，出去上來。出去下背，出去上來，出去下背，出去上來，出去下背，出去上來，出去下背，出去上來。安尼大家做得冇？嘅優數片做失敗，做數片做失敗，聽啦，哈，唔是很緊張。好，來，第好，準備優數開始啦，哈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1、3、4、1、3、4，等我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等我呀呢來彎片啦，哈，一開始先聽嚟做，呀，因為看難嘅啲啊，哈，來，1、2、3、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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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、2，等我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來，不用強鬆一下，以下嚟就人嘅太極圖哦，有些困難，唔過定下然後來複習嚇，唔是很緊張，佢啥啦？佢成睇時間小嘅嘅呢係太極圈，太極圈就像用一面條線，有啲動態經驗嚇，有啲數呢從時鐘嚇，來過去嘅時間，分針過來彎，唔過來，有對稱嘅感覺，來，對一片胸片，呀哈，跟人嘅身體呢要停停，你鬆來就第一片，身體記得要6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佢跳哪呢種得停痛，身體停痛，2、3、4，等好，人嘅數線，我背，進來要變過來，從時鐘嚟，1、2、3、4，首先一記數聽，2變過來，4、1，第二遍我轉過來，彎數1，轉過來，下來，冇辦法轉來就轉過來，下來，一次轉到冇辦法轉來就第二，下來，用記數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睇下背板，人家會分片了，好來，用1、2，冇辦法嚟就多呀，分片下來，來，冇辦法嚟多呀，分片下來，一片做對，冇辦法嚟下來，一片做對。下來，冇錯，也就係人嘅太極拳。
嘅家下嘅太極圖，大家還記得嗎？還記得冇啊？一下呢，我嚟複習拜了，天天嘅來，一來一嘅，好，來50斤鐘，來2還記得冇？3、4、有你唔記得啥？4、2、3，等好，1、2、3，等好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，我夾掉咗，1、2、3、4、1、3、4、1、3、4、1、3、4、1、3，等好，1，還有1、2、3、4、1、3、4、1，還有2隻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本次嘅破數。睇好嚟，一撒下嚟呢，我嚟分片了。還記得冇？天天嘅嚟，好，50斤鐘來，睇好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等好3、4、1、2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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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、4，兩隻3、4、1、2、3、4。然後大家呢都好多動作，佢撒下嚟呢，我來複習人嘅太極拳，來數先標好啦，來1，就1、2，跳起3、4，就1。數嘅方向啊，數把中嘅方向我記得3、4、1、2、3、4，前面100，1、3、4，穩片，用數把中嘅位，我會看好來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好，休息數功。這樣呢就可以做嚟訓練協調性嘅部分了。為什麼冇事情嘅時間就這樣安尼嚟來嚟去哦？聽眾呢會對人嘅平衡啊協調都有幫助哦。好，這樣呢就係基本嘅氣功嘅部分啦。大家爭來了。